大家好，我是科西拉佛教中心的释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杜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赞杜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特别版第2版的这个第3章。我们第3章已经到了尾声了，今天估计这一期可能是最后一次。那看我们时间的怎么讲？那会用总共会用上多长时间？那如果这一期完成不了，那下一期可能就肯定是能完成的。那第3章呢，主要讲的是仁波切在美国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在仁波切在美国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洛杉矶那段时间，也就是他少年时代，他在那里是他学习佛法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他在那里呢，就遇上了他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并从至尊上师那里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从他的颂仁波切那里呢，接受了多杰雄登的透明灌顶。那他也因为颂仁波切的关系呢，他承诺想要出家到印度出家。那我们上一期有介绍到那仁波切当时在图登达杰林一面打工，一面后来迎接颂仁波切的到来。那在半年内呢，仁波切全心全意的就侍候颂仁波切。但是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颂仁波切就已经准备启程前往印度。那后来颂仁波切回去印度过后，仁波切他就一心一意的在美国赚钱打工，除了还债，还要累积一些怎么讲，一些钱准备之前往印度一些旅游经费。那但是就在他怎么说呢？就在他准备，就是很积极在准备要前往印度出家的时候，他全心全意想要去侍候他的上师的时候，却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噩耗，就是坏消息。那一天他正在洗衣店工作，那就有电话传来说他上司已经圆寂了。那这是1998年11月15日。那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但是说仁波切那一天呢，他的心是支离破碎的。那因为他就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工作，但是打来的消息却让他知道，他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最尊贵的上师了。那好，那接下去仁波切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他会继续前往印度吗？还是就会打算就打消这个念头，转向好莱坞发展呢？那当然，其实我们看今天的结果，我们当然已经知道那个他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当时对仁波切来讲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到印度去，就是想去侍候自己的上司。那现在上司不在了，那他在美国呢，其实还身上还欠债，而且要从美国前往印度，还需要准备很多经费，家人也不支持，所以重重阻碍。那仁波切当然是有考虑过的，这些我们会在迟点再介绍当时的考量这些内容。那现在呢，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颂仁波切。这里是有一张颂仁波切的照片。那这是颂仁波切年轻时候的照片，当时还是甘丹寺住持的时候的照片。那旁边呢，右边这一边呢，就是仁波切他的一个英文诗，纪念颂仁波切的。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用佛法失去泪水。当我追忆起我的护主至尊迦杰颂仁波切时，曾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仍使我深感不可思议。我还得到了珍贵般的珍宝般的关爱、生命、知识和照顾。我泪水无助，
我是这么思念他的身影啊！在思维佛陀的时候，我感到激动不已，因为自己竟然有如此功德，声闻其名其法，我泪如雨下，祈愿永不违离他。在我思索佛法的圆满真理及其解脱之力时，我愿与众生分享。众生流下多少泪水，我都愿意用佛法去擦干他们的眼泪。我大半生都孤苦伶仃，贫苦交加，无家可归。对于曾经教化我、庇于我而给我庇佑的殊胜圣家，我亏欠他们很多。一想到他们对我的慷慨，泪水便会模糊我的视线。当万事凄凉、绝望、危急消沉，死亡眼看即将降临时，我的护法神救我、护持我，还赐我所需，我羞愧而泣，知道自己不配这样。这是2005年3月13日，仁波切在马来西亚克什纳佛教中心当追忆起宋仁波切时写下的一段诗。那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去呢，我们讲的这一个呢是就是当时图登达杰林收到了宋仁波切的圆寂的消息之后，那就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就是大家的一些感想啊，就是主要是针对仁波切的观察。那第一个呢，在最左边那个是洛山卓玛阿尼拉，这是仁波切的同修，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那就是马卓利。他说的，他眼中当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晚，我们为至尊宋仁波切修仪轨的时候，格西拉与我相对而坐，他的眼中也满是泪水。赞杜仁波切坐在格西拉的另一侧，他一直都低着头。我们都觉得这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死亡总会来的。那这是洛山卓玛阿尼拉当时的回忆。那右边这一个是仁波切的一个回忆。我对宋仁波切有永不动摇的信念。我去印度就是为了追随我的上师，就是为了侍奉他，为他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我到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和上师在一起。我每天思念的就是他，而我通常对人是不怎么执着的。宋仁波切圆寂的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时光，但我还是继续把路走下去。因此，别找借口不实修佛法，别这么做，千万不要。赞杜仁波切。那这是所以这一段文就是在这2段短短的文字，虽然很短，那但它里头呢，已经把仁波切的他当时的他的心情和他当时依然做的决定，其实都有了很明确的交代。其实他主要讲的就是仁波切对宋仁波切的依止性是全然的依止性，是一种不动摇的信心。那虽然他去印度，他答应前往印度是为了去伺候他的上司，但是即使上司已经不在了，但他答应过上司的事情，他依然会去办到。那即使当时宋仁波切圆寂的时候，其实是仁波切的人生中也相当是不太顺遂的一段时间，但他其实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所以仁波切劝勉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这条路就是要坚持要走下去，千万不要找个理由，不要找理由不去做，千万不要找借口不去实修佛法。那这个上面就是这左边这一页呢，上方是就是图登达杰林，那个就是赞杜仁波切跟宋仁波切跟格西丘金格尔辛一起
曾经待过的地方，那也是仁波切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那接下来这一页呢，就右边这一个呢，是一个金刚瑜伽母的叉叉。仁波切这枚珍贵的金刚瑜伽母叉叉是来自哈维尔尼山寺的永登嘉措善师的礼物。他听说仁波切即将出家后，就将之送给仁波切。至今，仁波切仍然十分珍惜它，不管仁波切到哪里去，都会随身携带它。那这个是讲到仁波切要出家的时候，就他小时候他在哈维尔尼山寺的一位僧人，就送给他的珍贵的礼物。那仁波切总是很珍惜的把它带在身边。好，送仁波切圆寂后，仁波切考虑是该留在洛杉矶，还是像他承诺的那样到寺院出家为僧。他许诺到甘丹寺出家，原本认为这样就可以和他的上司宋仁波切在一起，但是因为宋仁波切不在了，他不知道坚持去那里是否还有意义。仁波切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干脆在演艺界和娱乐界寻求事业发展。然而，他转念扪心自问：我相信他是圣了金刚吗？这是个难解的问题。其实逃避是更容易的方法，因为仁波切可说上师圆寂了，自己就不用再去印度追随他了。然而，最终他意识到，虽然宋仁波切是不会现身在他面前了，但是圣了金刚却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仁波切曾向宋仁波切承诺过，他知道无论宋仁波切是否能亲眼见证，他都要遵守诺言。这个年轻人决定要让此事成行，于是他决心打点好一切，然后前往印度。虽然仁波切决意要走，但他还是不能马上离开。在他还清债务并暂购去印度的旅费之前，他只得留在洛杉矶。中心主要功德主之一罗巴史东听说仁波切要前往印度为出家后，十分感动。罗巴自己曾经也曾想过要出家为僧，但因母亲的缘故未能如愿。一天，他问仁波切为什么至今还未动身前往印度。仁波切解释说自己仍有大约$5000的债务，贷款还清之前还不能离开。罗巴史东为仁波切的虔诚和努力深受感动，故此当即提出要为仁波切还清洛杉矶的债务，这样他受戒为僧的事情就不会再被耽搁了。那这里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在听到宋仁波切圆寂的消息之后，那仁波切其实当时他除了他在极度的悲痛中，他当然也当时10多岁的他当然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启程前往印度。那毕竟印度是一个遥远的一个东方国度，而且他当时身上还欠了一大笔债，那想要除了要还清这里的债务，那要启程出发也是一笔钱。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仁波切也考虑过是不是那就继续留在好莱坞，或者当演员就好了。那他这些考虑了之后，但是仁波切自己还是结果他问自己，他是不是相信自己的上司？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是不是相信自己的上司？因为我们都知道，宋仁波切是圣了金刚的化身，所以当时他就问自己说，宋仁波切他相信吗？他究竟是不是相信宋仁波切就是圣了金刚的化身？他讲，那其实他当时如果选择了逃避的话，他大可就说他的上司不在了，他就不用走了。但是他问了自己这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如果他真的相信宋仁波切是圣了金刚的化身的话，那就不管他这一世他是不是已经圆寂了，其实是一样的，他一样看得到那仁波切，就是仁波切是不是在他圆寂之后有没有去履行这一个承诺？那圣了金刚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如果他相信宋仁波切圣了金刚的话呢，那就表示说他所做的承诺，不管是宋仁波切在还是不在，那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知道无论宋仁波切是不是当时的这个宋仁波切是不是能够亲眼看到，他都应该要去遵守这个诺言。所以他想通了之后呢，就决定就已经下定决心打点好一切就要启程了。那但是当时他身上还有债务，所以还在挣扎着。不过当时刚好图登达杰林的其中一个功德主就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个功德主本身也曾经想要出家过的，那因为家庭的关系就完成不了这个心愿。所以他听到仁波切的故事之后呢，他非常感动，所以就一口气帮仁波切还清了当时大概5000块美元的债务。那这样帮了仁波切一笔很大的忙。那我们看右边这张，那右边这张呢，这是在仁波切启程前往印度之前，跟他的养母达娜见面。那当时他跟达娜相见的时候，仁波切还拥抱他，送了他一束鲜花。宋仁波切去世后，我一连数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尽管去印度令人激动，但也是虚无缥缈的。我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和甘丹寺时，心中感到很空虚，但我还是去了，因为我承诺要去宋仁波切的住处，要去印度，要到甘丹寺出家。那这一个也是仁波切的心声吧。他说的是当时的情况。当时，那虽然只是一段，虽然看起来轻描淡写的，那过程其实相当不简单。那时候在宋仁波切过去之后，其实仁波切是久久不能平复的。其实如果我们对仁波切有比较认识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到那幅画面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当仁波切讲起宋仁波切的恩情时，他依然是忍不住会流下眼泪的。那可以想象当时宋仁波切圆寂的时候，仁波切是多么难过的。虽然他很想出家，但是当时因为宋仁波切不在了，印度甘丹寺那毕竟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它其实听起来是相当虚无缥缈的。后来即使他去了，他到了那个地点，尤其是到了宋仁波切的拉章之后的宋拉章，那感觉其实是空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仁波切为了守住这个承诺，他还是坚持的去了，而且完成了他该做的事情。在离开美国之前，这是下一页了。在离开美国之前，仁波切回到新泽西的家去见养父母最后一面。他的养母那时对他说：“从身披僧袍的那一刻起，仁波切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虽然悲痛，但已经下定决心出家的仁波切还是与家人诀别了。他深知这有可能是他与养父母达纳和波斯布加雅夫妇的最后一面。事实也正是这样，他的确没能与他们再见面，因为他一离开便是26年。26年来，仁波切都不曾踏上美国这块土地。数年以后，仁波切从亲戚口中得知，在养母去世后，他们从养母的钱包中发现一张仁波切从甘丹寺寄去的照片，上面是他身穿僧袍的样子。而在新泽西的时候，仁波切跟上百名卡尔梅克人一同乘坐巴士到格西旺杰位于华盛顿的佛教中心出席第14次加瓦仁波切的佛法开示。
开示结束后，轮到仁波切接受加瓦仁波切加持的时候，他说：“我请求受戒为僧。”那加瓦仁波切当时就问：“你到时会过去吗？”那加瓦仁波切口中指的是印度。赞都仁波切回答说：“是的。”在嘈杂的人群里，加瓦仁波切回答说：“那好，没问题。你一到印度，我们就可以进行仪式。”就这样，赞都仁波切和加瓦仁波切的1分钟会面就结束了。就是这1分钟，赞都仁波切更接近实现他出家为僧的承诺了。他对宋仁波切许下了承诺。那这里这一页介绍了宋仁波切在离开美国之前的一些事情。那他离开美国之前，当然他就回到信者西家去见他的养父养母。那养父养母跟他见面了，但是养母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说仁波切要出家的话，从他让自己的身上穿上僧袍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就没有了这种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他就表示他从此就在认这个孩子了。那仁波切当时因为已经下定决心了，他答应了宋仁波切，而且经过考虑了之后，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必须要去履行这个承诺的。所以尽管宣布了这些消息，得到了家人的反对，甚至是以切断关系作为一个怎么讲呢？可能算是个威胁吧。那仁波切还是毅然决定到印度出家，而且其实当时这个决定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决定是相当难的，因为当时的情况，那仁波切自己身上也没有太多钱，当时出家也不是去旅游，他很清楚知道，其实自己这一去，有可能是再也见不到自己养父母了。对，当时他其实他清楚知道这可能是最后面的，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个决定。那事实的确也是这样子。结果这一次的分开呢，一离开美国就是26年。那26年过后，那养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中，我们看到的是仁波切在这是2013年仁波切前往美国的时候，就是阔别美国26年之后，重新返回美国。当时养父母都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只能在养父母的坟前祈愿。那就是这张照片。那当时的人，你看到坟墓上面的名字，这是布加雅夫妇，另外一边呢是古家族，那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这些人都已经走了。为了佛法修行，仁波切离家长达26年。2013年10月，仁波切终于重返美国，带着达纳最爱的红色玫瑰，到位于豪威尔的墓园缅怀养父母。尽管过去遭受虐待，仁波切仍深爱着他们。同时，他也为已经离世的养父母做了一场法会。
那这就是这是介绍到这里，这是第3章的最后一页。那从此之后呢，就仁波切当时就跟养父母告别之后，就从此离开了美国，前往印度。再次回来，就是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一幕了。那我们第三章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明天开始跟大家分享第4章。那第4章呢，就是另一段全新的生活的开始，讲的是仁波切在印度的生活，他在印度的出家生活。那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结束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一样，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那对不起，今天的分享有一点断断续续啊，其实可能是情绪有点激动。好，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数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门。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续住正德金刚持果位。愿我称此善根力，速其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哈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四方，上慧教法聚光照3月，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